主后2023年7月初7，每日圣安讲读经，甲上帝的关系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。哥林多前书第3章第1节到23节。兄弟姊妹，我到今对恁讲的话，袂当看恁做属圣神的，是属世，是基督信仰的婴仔。我用呢饲恁，无用饭，因为恁还袂当食饭，到现在嘛还袂当。因为恁还阁是属世的人，恁中间有嫉妒，有纷争，安尼减毋是证明恁是属世，是照世间人的方式在生活。恁中间有人讲我属保罗，嘛有人讲我属阿波罗，安尼恁甲世间人有啥物无共款？阿波罗算啥？保罗算啥？阮不过是上帝的册用，逐个人照主所互阮的职分得做。我也种阿波罗压水，毋过上帝互伊大长。也种的甲压水的拢无重要，只有互伊大长的上帝才重要。也种的甲压水的拢共款，上帝会照逐人的工作甲因报赏。阮是上帝的同工，恁是上帝的参园，恁嘛是上帝的建筑物。照上帝互我的恩赐，做一个牛的建筑师，我下地基，别人伫迄顶面起造。毋过，逐个人着看家己安怎得起造。因为上帝已经有下耶稣基督做唯一的地基，伊以外无别个地基。伫即个地基顶，人若用金、银、宝石、木材、草，还是树葛起造，逐个人工程的好歹，伫基督来临的日，会互火甲伊露现出来，因为火会试验逐个人工程的品质。人所起造的，若互火烧袂去，伊就会得到报赏。人所起造的，若互火烧去，伊就会损失，不过伊本身会得到救，亲像对火中夺命走出来。敢毋知恁是上帝的殿，上帝的神踮伫恁内面。若有人毁坏上帝的殿，上帝会甲伊毁灭，因为上帝的殿是神圣的，恁就是迄个殿。毋通骗家己，恁中间若有人用世间的标准，看家己做有智慧，为着要成做真正有智慧，伊颠倒着做愚戆的。因为即世间的智慧，对上帝来看是愚戆。圣经有记载，上帝互智慧的人中着家己的诡计。别个所在佫讲，主宰智慧的人的心思无路用，所以无论啥物人，拢毋通用人做夸口。其实一切拢是恁的。无论保罗、阿波罗、彼得，即世界生也是死，现在也是将来，这一切拢是恁的。恁是基督的，基督是上帝的。甲上帝的关系，每一个人接受基督信仰的背景无同，总是一个人一旦接受信仰，就甲上帝有关系，上帝也甲伊关系密切。关系伫咱的生活中一直扮演着关键的要角。对上早接触的家庭开始，到校园、职场，甚至教会，拢是安尼。有关系，囡仔受到父母和手足的照顾，学生受到师长的教导，
信徒受到牧者的牧养，甲主内兄弟的关爱。关系若破坏，也表示彼此的沟通会受阻碍，日后恐惊因为恶言相向，互相对敌。保罗向哥林多教会的兄弟陈述，每一个人甲上帝的关系是啥款，以用浅白具体的譬如讲，教会就是上帝的园地。虽然保罗负责栽种，阿波罗负责灌溉，毋过，互伊继续成长的却是上帝。这个话讲了无毋对，尽管安尼，平日介意烈火芒草的我真清楚。栽种甲灌溉的工作有偌尔啊重要，毕竟无栽种，要对倒位有食物后续的抽芽，一丛无得到灌溉的食物，对倒位有来日绿意青翠的姿态。若无人栽种和灌溉上帝的园地，哪会有机会通享受满溢的香芳甲蕊蕊的果实呢？换一个角度来想，咱拢是和上帝同工的人，总是无一个角色是非我不可。伫上帝的园地，有人尽心松土，有人细意栽种，有人修剪，有人重新施肥，有人将小盆仔换做中盆仔，也是帮盆栽换一个方向。互伊四面充分接受光照，咱着尽家己的职分，分工合作，搁爱谨记是上帝互园中的食物成长，搁按照每一人的工作赏赐报赏。保罗搁譬如，咱是上帝的建筑物，上重要的根基是耶稣基督，伫信仰上。耶稣基督是咱唯一的根基，伫即个根基顶面，有人用金银宝石建造，也有人用木料、草、稻谷来起造，就亲像一个内行的建筑师，每一个人拢爱谨慎家己安怎伫对的根基顶面起造，就亲像空间大师密芳。详细建造六角形的芳树，互因的厝毋但会当遮风避雨，保育下一代，也有上大的空间来收纳食物，就是芳蜜。咱也应该安尼，你是毋是有想过家己组织的建筑物信仰起造了安怎？检测你通画家己的蓝图。想看家己完成倒一寡具体的建筑空间，这座建筑物是用什么材料建造的？敢会当扛得起狂风暴雨的袭击，甲地动的震撼呢？信仰是咱甲上帝的关系。愿保罗这段勉励，等下咱停落来思考片刻。上帝已经为咱立好根基，身为内行建筑师的咱，的确着检视目前建筑的状况，伫日常生活中较骨力的构筑会当扛得起考验，上时阵通提供热白、安息和宽慰，予有需要的人的建筑物。默想，上帝已经透过耶稣基督主动甲人建立关系。那呢，我通用什么方式甲上帝建立关系？上帝已经透过耶稣基督主动甲人建立关系。那呢，我通用什么方式甲上帝建立关系？咱来祈祷，亲爱的上帝，感谢你，予耶稣成做我信仰根基。这个根基是
坚如石盘，永袂动摇。求你帮助我做好信仰的建筑工事，稳固无缺失，互伊会堪得考验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所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